主力傾下即係外圍嘅市況啦。嗱，始終大家都係睇緊咧美國同伊朗嗰個戰事啦。而家好似雙方咧都好似釋出一啲嘅停戰嘅意願，但係就好似未正式真係即係埋台傾得掂咁樣。咁啊，大家都睇實聽朝本港時間9點，特朗普發表一個全國講話咁啊，當然好難估佢會講乜嘢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從而家我哋所得到睇到嘅消息嚟去判斷咧，會唔會而家戰事喺第二季初結束嘅機會咧，係咪早過即係大過早兩日大家最悲觀嗰陣咧？因為嗰陣大家擔心話係咪季尾都仲打緊咧咁樣，咁所以見到尋晚大家好似有翻啲信心。嗰個美股尋晚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反彈，究竟嗰個反彈係咪大家都覺得戰事都動盪都差唔多完啦，大家已經去入市啦，定話我哋仍然其實要審慎啲，當佢只不過係一個超賣反彈咧嚇 Jason。嗱，整體嚟講，見到琴日無論係伊朗方面嘅即係總統啦，或者特朗普方面，其實釋出嚟一啲嘅訊息咧，都似乎係有少少所謂啲互相妥協啊，或者係有啲讓步嘅感覺啦嚇。即係譬如好似伊朗總統都話覺得係有機會會即係停火嘅啊。咁只要美國嚟緊唔好或者再有個侵略啦啊，咁反而你話其他啲條件，佢今次就冇乜話再點樣去提及啊。咁另外就即係特朗普嗰方面亦都有講到，就話嚟緊可能2至3個禮拜之內咧，有機會會係撤軍嘅啦。啊，即使你話個霍爾木茲海峽暫時都未話完全通行咧，咁可能美軍嗰邊都未必話會去再有個進一步嘅干涉啊。咁呢樣嘢其實可能喺嗰個條件上邊，大家都所謂有少少嘅讓步啦。啊，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喺嗰個即係停火啊，或者嚟緊達成一啲嘅協議嘅基礎上邊咧，係有一個即係正面嘅進展嘅。啊，咁亦都睇翻，因為過去嗰幾個禮拜，大家市場情緒嘅擔心咧，就令到即係美股又急跌啦。啊，另外譬如美國嘅長債息又上升啦。啊，咁再加埋特朗普嗰個美國嘅民望方面咧，亦都係有個插水式嘅下跌。啊，咁喺呢啲咁樣嘅即係情況底下咧，都可能令到所謂一個即係 technical 嘅交易啦。啊，即係特朗普會有機會退縮啊等等呢一個嘅機會咧，反而係提高咗。啊，咁當然短期裏邊會唔會都可能喺呢一個禮拜都仲會有啲軍事行動繼續啊？即係好似特朗普所講啊，可能要將剩餘一啲要攻擊嘅或者要做一個即係進行一個軍事行動嘅一啲目標啊，要即係清除埋先，要達成埋先至去到一個停火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排除啊。咁但係即使你話短期都仲有一啲軍事行動啊，咁但係對於而家市場嚟講啊，或者對於我哋嚟講咧，都覺得就話整體喺第二季嘅季初至季中啦啊，即係可能未來嘅4個禮拜左右嘅時間咧，咁可能戰事結束嘅機會咧，就相對係大啲咯啊。咁呢方面對於成個市場個風險胃納咧，咁我覺得都係即時會有啲改善嘅啊。特別見到好多美國嘅科技啊等等一啲增長型股份啊，個估值都叫做回咗一段時間啦。咁呢段時間如果你話大家真係炒停戰嘅話咧，咁即時會有個所謂估值收復嗰個嘅憧憬喺度啦。